聖經約書亞記6章25節，約書亞卻把妓女拉合和他父家並他所有的都救活了，因為他隱藏了約書亞所打發窺探耶利哥的使者，他就住在以色列中，直到今日。約書亞真係遵守佢嘅諾言，當日嘅使者應許妓女拉合，如果佢哋嘅父家係在屋裏邊嘅時候，佢哋會得拯救。當約書亞帶住醫生入嚟嘅時候，就真係遵守咗呢個諾言，冇殺拉合全家，救活佢哋。求主幫助我哋，俾我哋見到應承咗嘅諾言係需要係要去遵守嘅。求主幫助我哋，真係願意做一個誠實、願意遵守諾言嘅人，讓我哋所做嘅真係願意把人帶到神嘅面前，讓佢哋能夠認識耶穌基督，拯救靈魂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